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吃一碗牛肉面要20万，如果你一个头要30万。哎呦，如果要带一个小孩子出去逛街啊，迄你若无讲啊，大几千万闹搞。刚才阮隔壁迄阿伯啊，哎呦，阮的阿伯啊，有一天我看伊拄一台车出去啊，内底全钱呢。我问讲啊，你摕这钱要去倒？伊讲要看出电影，你要看啊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现在又轮到我们台湾旧报的时间。对，我们将为您报道34年到41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。对，这个民国34年，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以后呢，日本人回到日本，那个时候我们本省啊，台湾只有人口600万人。而电力产量呢只有39%，生产额只有55%，米产量64%，生产力很低，百业萧条，通货膨胀很严重，所以钱不值钱。对，那个时候真的钱不值钱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吃一碗牛肉面要20万，如果你一个头要30万。哎呦，如果要带一个小孩子出去逛街啊，迄你若无讲啊，大几千万闹搞。刚才阮隔壁迄阿伯啊，哎呦，阮的阿伯啊，有一天我看伊拄一台车出去啊，内底全钱呢。我问讲啊，你摕这钱要去倒？伊讲要看出电影。你要看民国38年，政府实施币制改革，4万元的旧台币兑1元的新台币。对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社会上发生很多自杀的案件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啊，忽然间一下子哦，变成只有这个几千块钱了，所以他们以为破产了，所以自杀。你不要乱讲啊！要不是那个时候实行币制改革，才能稳住当时的经济状况啊。对啊，那就是经济状况后啊，我们的工业才能发达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所以我们的生活才会那么好啊。对呀。在这个39年呢，这个教育厅有一个规定啊，规定为了要提倡这个男女平等的关系，所以呢规定所有的学校工厂啊，哪要升旗啊还是降旗啊，大波查某一定要参加，表示对我们的国家跟国旗啊有礼貌了。对，民国39年，省政府开始发行爱国奖券，一直发行到民国76年12月17号为止，总共发行了1141期。那这款你问我上知啦。怎么了？我对头尾到尾也唔捌着。哎呀，你赌博啊！无啦，爱国奖券我唔捌着，我唔知去博大家乐呢。你还说这个赌博会伤身败家，你还敢玩呐？就是安尼，所以你放心啦，我就是知讲大家乐迄是博叫唔好啊，所以我大家乐我博，我才博6合彩啦。你还玩6合彩哦？你再这样赌下去，有一天老婆小孩都没有了啦。你放心啦，甲你讲笑的啦，迄叫我要哪会博，对不对？你参就讲要老好做唱迄条歌啊，叫唔通博哦，博啊袂开我哦，结果伊输上多。所以赌博呢是万恶的深渊，千万不要沾。警务处通令全省市民不得随意的大小便，而各地的公共场所、茶室、食堂、咖啡馆、旅馆等公共场所呢，由各县市警局通令，允许一般民众借用卫生设备。若是发现有随地大小便的呢，就要严加取缔。有，请进。谢谢啊。什么事？先生，小姐啊，请问一下，我们这边厕所在哪里？厕所是吧？有，那边。那边好。哎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厕所在那边，快哦！来，什么呀？连锁排列了，我就准备去挂香了。为着要来实施这个都市计划吼，所以这个违章建筑一定爱拆。迄当时呢，真侪这违章建筑的人啊，无厝通住。我看到到了，我可怜的呢。我迄阵啊，当场我摕20块，救济呢。20块钱啊？怎么那么小气嘛？你要知道呢，当时我妈妈给我的零用钱一天只有5毛钱呢。哦，5毛钱呐。那20块钱你要存多久啊？就是啊。哦，那还真是礼轻情意重。不是啦，这款叫做抛砖引玉。抛砖引玉。你给人家管。哦，好，那我不管，源远流长。就救苦救难。大慈大悲。阿弥陀佛。干什么？报新闻呐。对吼，我又忘记了。这个政府呢，为了要预防这个天花了，不是天蛙。天花哦，所以呢，规定一定要打这个种豆啦，预防针啊，牛痘啦。你打这个预防针啊，如果不打的人哦，要依法处理啊。所以，先生，你打过天花没？没有。没有啊？小姐，打过天花没？我打过了。打过了？胡说！我刚刚明明调查过，你根本没打过。来，打那么一针就大惊小怪的，后面还有呢。好，来，
打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哎，这块这边。我也要吗？要打。哎呀！OK 好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人比较胖，多打一针。打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回去。哎，谢谢你们的合作，谢谢。谢谢，免客气。打得真好。我即马煮这时我啉毒药嘛袂中毒啊！继续刷落去，工商服务的时间，跳手疼，脚只偏头疼，喙齿疼。听到卡算拜托，你讲国语啦，你加我几年啊？哦，好，痛到手软脚软，痛到两眼无神，赶快使用3分珠。对，食了后保证你袂拢袂听人轻松。你若要买这个3分珠，去咱各家干嘛店拢有咧卖。请按照医生指示服用。